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现在师父要向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还有在座诸位常住法师，我们的义工朋友们来介绍一个公案，叫无事天地宽。有一位寡妇，她丈夫很早就去世了。她以教书来赚钱，抚养自己的孩子，不但教育儿子长大成人，而且送他到国外留学。儿子完成学业以后，就留在国外上班了。他也赚钱咯，买房子咯，也在国外娶老婆啦，生孩子咯，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，还有辉煌的事业啊。寡妇得知儿子的成就跟他的志愿，心中就暗自窃喜呀，盘算着退休以后带着退休金前往美国跟儿子媳妇一家人团圆。每一天早晨可以到公园散散步嘛，也可以在家享受晚年含饴弄孙的这种快乐幸福。就在距离退休不到3个月的时候，他赶紧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儿子，告诉他什么时候他就要飞往美国和他们一家团聚哦。一想到养儿要防老啊，想到亲戚朋友羡慕的眼光，又算算自己很快就要到美国去养老了，不觉心中涌起阵阵的喜悦啊。于是他一面等待儿子的回音，一面把在台湾的产业事务逐一的做妥善的处理。就在他退休的前夕，他接到儿子从美国寄来的一封回信啊。信一打开啊，有一张支票掉落下来，他捡起来一看，是一张3万美元的支票。他觉得很奇怪，儿子从来都不寄钱给他的呀，而且自己就要到美国去了嘛，怎么还寄来支票呢？莫非是要给他买机票用的吗？他心中升起了一阵喜悦，赶紧去读信啊。只见信上写到了：妈妈，我们经过讨论的结果，还是决定不欢迎你来美国同住。如果你认为你对我有养育之恩，以市价的计算，大约为2万多美金。现在我多加一些，寄上一张3万美金的支票给你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写信来啰嗦。母亲读完信以后，老泪纵横呢，只觉得一生守寡，如今老年凄凉啊，犹如风中的残烛，情何以堪呢？痛定思痛的他，忽然想通了。退休以后想到无事一身轻啊，于是拿着这一张支票兑换成台币，为自己规划了一趟环游世界之旅啊。在旅行当中，他见到了大地之美，看到了各国不同的民情，于是他又寄了一封信给他的儿子，信上就写道：你要我别再写信给你，那么这一封信就当作是以前所写的信的补充文字。好了，我接到你寄来的支票，我也用了这张支票上的钱，规划了一次成功的世界之旅啊。在旅行当中，我忽然觉悟，我非常的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懂得放宽自己的胸襟，让我看到天地之美，大自然之美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各位，这个公案，你看起来这个孩子冷酷无情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养儿要防老，结果结局是如此，心一定会冷。无事天地宽呢，是说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事情，到处都可以自由自在。学佛修行就是教我们，不论遇到多少事情，或是遇到多么困难的事情，永远要做自己心的主宰，要像这位母亲一样，懂得看破放下以觉悟啊，不可以一事就执着烦恼。这样我们学佛才有意义啊！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，要以信心来度过洪水，要以警觉来度过大海。
以精进来克服困难，以智慧来净化自身，才能在成佛之道上走得平顺，终能成就菩提道业。我们希望借此公案来跟各位大家共勉呐，因为佛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人世间呢起伏不定，你想按照你自己的规划过得舒舒服服、平平坦坦的，是很困难。但是我们就一心念佛，离开这个五浊恶世，我们发愿到西方成就，那才是我们最后的终极目标。世间不可能完美，一切都美好的，所以我们随时随地要自我要求，不要对外在过分的苛求，相信我们日后绝对有好的将来。一心念佛，投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从来不舍弃任何罪恶的凡夫众生，这才是唯一可靠、有保障的一条道路。我们利用这样一个公案来提醒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